台语少话，后伯去看医生，后伯骹去崴着啦，新妇听闻后，就叫阿伯去看医生。阿伯看了医生，护士予伊一包药膏，药效12小时。阿伯领了药，就坐伫门口。过了4-5点钟，新妇插结，毋是细，就赶紧走到医院，见到大官伫遐，哈哈哈哈，一直笑，就问大官伫遐做啥物？阿伯生气回答：莫吵，医生讲要笑12点钟，我才笑4个点钟尔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。